嗯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吼。等者我甲迄个现到位好，将北部管，为什么是管呢？北部管来管来，所以这个管这个这个管我管敢不太清楚呢。是好我看没有管来看，敢是管辖的迄个意思，管辖的范围迄个意思。唔知呢，我相信这个词，管来，我相信答袂对，因为无这个词，我的意。好，管来，哦，一开始呢，管来管辖的范围内，哦，管来，竟然有嘿啊，而且是修这个词到顶人做会一个词嘿，管来管，所以那些变掉就管来嘿，对。哦，管来，好，管辖范围内，管来好 ，OK。管来好，将北部管来的教会分做，还是好，教会分做12个中会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好，后壁第一河北，河北，是河，对，河北中会。应该分开吼，懂？应该等一下，拄则我目睭灰去呢，我嘛无注意。应该是东会，不是中会，东会，东会是啥意思？嘿啊，东，这东敢是青东迄个东的意思？但是东会，唐会，那是华语叫唐会啊，是真亲像哦，第二点就找到这个词呢，东会是基督教的独立的教会。对。哇，我长啦，东会。若是无看书典这个解说，我去看迄个汉字去想，我就敢若想到迄个亲像帮派，也是武侠小说迄款的。无教会系啊，东会。东会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呵，东会。你是讲东会也是东会？东会，我想看卖，我毋捌听人用台语来讲。所以讲这个词应该即摆人无咧讲诶。好，嘛不是无啦，应该是教会内底有人安尼讲啦，但是我毋知，我毋捌听人。华语我定听着，华语我定。华语有了解。我定听讲什么堂会，什么堂会。了解。因为我连这个词的华语拢毋捌听人安尼讲。就是除了武侠小说迄款的。好，继续吼，12个东会。好，这个应该分开吼，免变调河北东会。就是变调河北东会。袂管是，毋是袂管是啦，无识就读河北东会。若你若含即个东会，你已经足识啊，就河北东会直接读啊。了解。好，河北，我当然是无识。好，来，河北东会。好，继续，就是河北、北投、吉林五谷区，不是五股区，五股区，下药啊，北里，下药啊，这个所在真正是毋捌听过，下药啊，北里分，吉利安了知影，北投知影，五股区进前有看过吼。下药啊，就真正知啦。下药啊，什么药？你敢有听过？毋知呢，我捌听过。我来看卖吼，来看我进前迄个表敢有修？下药啊。分调即个。有呢，叫做伊讲是淡水的一个所在。
我迄个link传互你，link 网 link 好，好，伫遮。我就是，有看到吼？第几个？第47。47。17。嘿哟啊 ，OK，有吼。Bless you。我毋知影即个所在伫倒位呢。我嘛毋知啊，后壁伊有讲是淡水啊。就是淡水的某一个所在啦，就是伊这小地名，你是淡水内底一个小地名，我嘛是安尼想，内地人才知啦。在系啊，外口人都毋知啊。好，继续吼，即个是河北。好，第二，咱班啊，这就几大歌，咱敢若一个读。好，分一个好啦。好，第二个你嘿啊，好，你感觉来？河北嘿。将北部县内的教会分做12个堂会。第一，河北堂会就是河北、北投、基里岩、五股坑、下药啊、北离分。好，继续。第二大柱。为什么伊讲伊写顶？写毋对去啊？应该是太破啦，因为后壁是印毋对啦，印毋对。因为后壁就是第5声，好大柱顶。也无清楚，也是太破，拢有可能。颠倒翻译，伊就是爱第5声。好，大柱第2大柱顶，大柱顶堂会，就是大柱顶轮仔顶。什么？河上洲。河上洲，咱顶回拢讲啊。河上洲，系啊，咱系啊，河上洲，是，泸州啦，拢有人嘿是。好，你感觉来读一遍？第2大柱顶堂会，就是大柱顶轮仔顶河上洲。好，第3万甲堂会啊，歹势，我今仔日直咧把酒回去。好，万甲堂会，就是万甲邦桥。原来我进前拢读着是邦桥，毋是板桥。邦桥，好，邦桥。啊，这邦桥拢毋是，应该是噪音吼，是受华语的影响吼。是邦，嘛可能是外地人。哦，因知影即字是邦啦，邦嘿邦啊，邦我嘛会讲毋对，汉字系啊，因为邦嘛有即个音和是，毋过在地人是邦哦，即个爱学起来是邦，毋是班。邦伫汉字有2种写法，一种就是班，一种就是写芳疗迄芳，所以芳疗就是邦寮。邦寮，是，好。邦山是邦山。邦山，有啥物芳啊？我即嘛一时想袂到有啥物邦。我伫在地人都知啦。爱在系啊，毋过就是有发着，也是听着就记起来安尼，好学起来好。就是艋舺、邦桥、新庄。即几个所在毋是介接近呢？艋舺甲邦桥较近，新庄是嘛算是，系啊嘛是较为西部遐嘿是。我看卖我小哥。系啊，来看迄个地图。系啊，来看即个地名对照迄个对照迄个地图，嘛是真趣味。艋舺伫这水较西边嘛，这是你会讲西也是西，无较西，较为倒边嘿。
嘿，对，嘿，对，放假诶，放假，哦，嘿啊，毋过龙山寺放假，毋是直接到位啊吗？台东左下角西门迄附近，龙山寺迄个嘛吼，迄附近，对，嘛吼，嘿，诶，放感觉球，云南较南，你放假，敢有看到龙山寺？龙山寺还是龙山寺花石街？花石街，花水给你家吗？哦，龙山寺嘿，伫遮嘛，嗯，所以放假是到位啊嘛吼，对，嘿，大家人哦，放假车对，头，嘿，对，放假是放假放桥就是爱放位岛边遐，桥放桥就爱位岛边去，就是你遮嘛吼，敢有看到一个到位啊嘛，蓝色的线？不是啦，嘞，那个蓝色的，你有没有看到捷运蓝色的线往左边？不是有在下面那一条？我说对对啊，就对对对对，写写是放桥下面的，对对区，对，嘿，遮就写放桥区啊，下骹，嘿，对，啊，新增啊，我知影为虾米，因为新增是较北边诶，就是遮的左上角购物无，有迄个 新增伫遮 Costco 嘛，新增店，嘿嘿，嘿，嘿，对，就是是差不多即到位啊爱啦，伊就是为迄个伊甲即为甲嘿，即甲甲位啊，圣遮啦，周会伊甲即遮当做是同一区啦，地区，对，嗯，嘿，啊，毋过有过一个，免讲过河，敢是安尼讲过啊，就溪，这两条隔两开，条过啊，开，对，嘿，嘿嘿，诶。嘿啊，安尼看着真趣味诶，就是算是你会讲西边，敢是安尼讲西边诶迄区，西部西边一般都无讲西西边，边西边迄区放国家新增，对，嘿，好，哇好，短两抓咱就看，嘿。好就不要紧，看迄个地，不要紧，好，熟悉一下。我尤其是台北市，我到即嘛都无介熟哦。嘿啊，其实我嘛是，好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哦，迄第个第三，辅仁大学伫遮，我较早倒一个。辅仁大学啦，哦，对啊，系啊，就是天主教福林大学的，迄伊做倒边，对，嘿，因为较早系啊，我读大嘿，学时，我是嘿，有来即遮来过几转啦，来过一两哦，几几是哦，是为遍嘿。虾米爱去遐？啊，无啊，去敢是遐查某囡仔多啊，阮学啊，校查某囡仔，哦，你去约会哦，哦，联去谊，敢是遐去遐熟悉一下安尼。去熟悉交一个朋友，迄当阵我较早去的颠倒是辅仁大学、淡江大学。嘿，我就喊你哦，去台北嘿，大学车，就是去这个哦，查某囡仔去福较侪的学林大学，校。啊，你敢是徛奥多拜去的，较我新方便吼，增辅仁大学我嘛捌徛后倒摆来过一遍的看咯。一般拢是坐哦，车来的较侪啦。啊，你若是坐车较辛苦，爱较久喏，就迄当阵佫开时间。坐巴士咧，佫坐迄个哦，系啊，公路局的巴士，坐迄个台一线搭靠对遮来。系啊，哦，是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无凡是你坐巴士去啊，拢毋新增的，知影讲，甲我坐巴士去已经无咧，遐的时间是已经要到台北差不多。市啊，就无介远嘿，啊。已经嘿，离这个艋舺这遮就无介远，啊，无熟啦，迄当阵就无熟。嘿，啊，嘿啊，搁即嘿，个，是，我会搁会记得啦。经过即个，因为我拢坐台一线嘛，即个是，创关路嘛，经过即个龙华，是，迄当阵叫做龙华工专啦。哦，对啊，是，嗯，即较早拢经过有印象嘛，龙华工专就是，是啊，即遮叫嘿，什么一个，地名拢袂记啊。嘿，时仔都袂记，即地名较早拢定定听，现在袂记。因为嗯，较早嗯，拆车票顶头拢会写嘛，写即什么哦，是虾米站嘿啊，安尼，好，对啊。毋是啊，伊较早公路叫车票，伊甲所有每一站拢写伫顶头，哦，好，安每一尼嘛是站拢写袂歹，伫顶头。你嘿，买票的时阵，伊就甲你用一个迄个敢若打孔嗯，胖区啊，哦，有胖胖，嘿，胖是，一个圆箍仔伫遐，伫个圆是，孔里啊。有，我你有个有哩，印象哦有，我细？OK。汉的时阵嘛是有看过哎，对对对，迄款票，我们较早就是写来个福林大学。是好，啊，来是，讲新闻去。好，等下系啊，我系啊，好，这第三项你我要被读，来第三读一项，嘿，艋舺动会啊，艋舺动会就是艋舺邦桥新增。好，第四后壁第四，
新店动会，好，就是新店帮寮白沙，拄则你讲过迄个帮寮，好，目沙知啦吼，白沙仔系我细汉阵住诶所在。OK，新店动会，我即马就变调啊吼，新店动好变会调，就是新店帮寮目沙。好，第五水灯卡动会，就是灯卡石口，水灯卡动会就是水灯卡石口，石口顶头敢甲你讲过，石口敢就是啊？松山。松山哦，有，有，你有讲过，甲我讲过，咱还有看迄个日本来的迄个名。我看卖石口，是，就是无石口，日本音迄个甲歹日记的迄个音歹听，个改一个。好，继续第六，归人动会，歹势，归人动，就是归人乱丁香亏哦，原来丁香亏嘛，算是伫遐好。丁香亏是毋是我双是？嘿啊，我嘛是安尼想诶，我来看卖。小看。来 double check 看卖。拄则拢无啥吼。嘿，伊是店开始吼，新店动会。新店佫啥物所在？我袂记。新店帮寮，目沙吼。目沙嘿啊。目沙伫即车嘛吼。较南边诶所在。帮寮我就毋知啊，帮寮应该嘛是南边，嘿啊。捌听过吼。嘿啊。好，过来是。水灯卡就是石口，石口还是石口，我都袂记。石口，伊是。我就好嘿，即摆伊诶石口迄附近就到南港啊，毋过即个动会无包含南口，毋是南港迄所在，吼。南港。系啊，因为你看石口就是松山，有一个松山自费洞，伊附近就已经真接近南港啊。有迄个南港公园，南港的旧地名叫啥？毋知呢，我毋知。较早石口就包括即个南港在内，我就毋知啊。哦，系啊，嘛是有可能。毋知我。系啊，毋过就是知影石口伫遐哈。过来拄则对水灯卡。拄则好石口哦，归人乱丁香亏，归人伫较北部诶，较北边，应该是爱过，敢若过较北边，嘿，对，对。归人伫遮，乱伫遮。丁香亏暗就是迄个什么国务院迄款诶所在，敢是？但是迄是伫倒位啊？我无啥会记诶。伫遮呢，即只呢，迄是伫即只呢，应该无可能较遮。为虾米无可能？因为甲桂林是较附近啊。拢是北边诶所在。差遮远呢？拢是北边啊。你看这水灯卡伫遮呢，佮毋是啦，伊甲水灯卡毋是同一个所在啊。伊甲迄是地南诶，地南是归人，就包括归人、乱丁香亏，是即三个所在。我感觉可能。丁香亏，我来看，丁香亏伫倒位？丁香亏，我感觉应该毋是我诶双溪呢，我感觉。伊讲是香亏，我看卖，看卖是伫倒位？香亏。丁香亏，你看香亏乡、香亏村。我看卖这是伫倒位？应该伫宜兰迄边呢，我咧摇。是哦，爱遐尼东边吼。
遐当兵的所在，我看迄个双溪湘溪乡，哦吼，我看下湘溪，伊地图真歹找，因为遮有因找着即时阵，嘛叫做湘溪区啦，伊是算台湘溪北款啦。区，嘿，哦，贡寮湘溪区，遮有无？头哦，城贡寮是，即遮湘溪区，哦，我毋知影即个所在，毋捌听过。哎，讲了就捌听过嘿，啊，哦，所以所讲是以是嘛是真正较较当兵，较为当兵的当兵遐还鸡较当人乱湘乱溪。乡，哦，就是北伊兵甲讲顶北，湘溪可能是一狗尾啊。哎，是北兵东北，顶歹哦讲，伊台语的顶无一定是北边哦，是哦，系啊，是是啊，我讲的北兵是讲归人啦，嗯，因为是归人乱嘛，归人甲乱为北到东可能啊，北遐，我毋知吼。好，来继续。第七新竹对，东会，就是新竹，黑鸭庄，对，鸡排，是客家庄，鸡排，黑鸭庄，黑鸭庄，客鸭庄，哦对，第四条那边条客鸭庄，嘿，鸡排，嘿，大乌口，大湖红口，大乌口，嘿，红乌口，哦好啊，大，我等下甲你诶，解释。毋是红门港，是嘿嘿是，好，新竹中会吼，伊这新竹大嗯会吼，伊嗯即个嗯即个嗯，包括即个地吼较宽吼，嘿嘿嘿，新竹的新竹啊吼，嘿，客贵家贵，庄，客家庄叫做客家庄。可呀，嘿，嘿，新竹有一条溪叫做客家溪吼，等下甲你讲。哦，原来是安月尼，眉是呵呵。月眉，但是我毋知影月眉是什么代志。哦，艺牌诶，即摆讲到艺牌，就会想到迄个有一个路园，就是应该是后哦，来是系啊开新竹发诶迄个发展诶月嘿，眉毋着伫对，我大个我听过啦，艺牌我无甲知影嘿伫倒，因为较早定阮阿姊面定讲月嘿眉吼，艺牌好，嘿，啊，即个是大湖嗯口，就是湖口嘛吼，嘿，哦，原来红门是遐嘿，红门港是新嗯，丰，即嘛叫新丰，新丰啊嘛嘿，是港嘛是一个港口，是，嘿。新丰，红门港，阮即嘛是叫即个所在啦。原来有一个地哦名叫红毛港啊，但是逐个较外地人较毋哦知啦，外地人较哦知是新丰乡。哦，哦，诶，敢若有听过呢，好，嗯，听过，好，咱对尾啊来吼，新丰乡嘿，即个红毛港有嗯，一家，嘿，是，哦，迄家就叫做红门港，阮就叫即个所在嗯，红门港。所以我大陆啊，即嗯，正确的即个范围我也无介清楚，我敢若知影即间嘿，毋过大红门陆啊是，港吼。嘿啊是迄个所，所以这就是看起来袂歹，新庄是新丰的即个位嘿，啊，新丰乡，新丰乡当然是足宽的所在啦，吼。嗯，好，大湖口当然就是讲，应该是指湖口啦，吼。当然我伫想，既然伊好，讲来新丰啊，当然湖口就含挂在内啊。嘿，湖口伫即个哦，诶，湖口伫东哦，边，嘿，新丰伫西边，新丰挖海，嘿，较挖山，哦，就安尼，哦，就是只了解，湖口高中，嘿，即个湖口吼。好，过来，华山甲学海，嘿，所以湖口客人较侪，新丰嘛是有客人，但是哦，新丰的嘿，较活山即边客人，较活海即边，当然阮台北相款，哦，台北一嘿，半一半，新丰嘛是吼，一半客人，一半好乐安尼。一般，哦，好，所以讲，客人拢是大部分是较较活活山山，的所在，活台北山，嘛相款，好，台北嘛相款，台了解，北是较长，嗯，嘛是嘿，相款的，差不多是铁基路啦嘿，吼。即边嘿，即边客人较侪，即边好多人较侪安尼。好，嘿，过来是了解，过来是倒位啊？讲什么说？月眉嘛吼，嘿，新是，对吼，过来是月眉，月眉早一个啦，我无啥会记嗯，得几个。月眉新竹市月眉是伫倒位啊？
安尼可能看袂到，我看，我看用测，我测到诶。哦，一堆，无可能啊。这是个店名哟。哈，哦，我看卖要安怎测？我看卖。甘源，无可能，就是因为遐有宝山这边有一个叫做衡山大牌嘛。嘿，伊有一个看卖吼，我若是用，若是你甲迄个新竹市迄条去找古艺牌，伊有就是一个伫倒远的所在。哈？伫啥物所在？我是讲甲迄个新竹去掉，就是艺牌是一个伫，即马是算是伫桃园的，嘿，是，所以讲你若是甲迄个新竹去掉，就会使伊就会使会找着伫桃园的所在。艺牌是一个足普遍的地名，一四季拢有啦，一四季拢有。嘿，我即嘛是讲新竹的艺牌伫倒，我无啥知影，我捌听过，无啥知影伫倒位。你看艺牌地名一堆。伫迄个马街教会的列表，伊讲伊是即马的峨眉。OK，即嘛峨眉，安尼就是峨眉乡啊。峨眉，是敢是足出名的所在。是啊。好。毋是啦，当然毋是无介出名啦，是讲。毋是好兴讲是，敢是一个一个。看有一个水库，敢是迄个一个湖甲一个水库，即马嘛有迄个。是，但是。嘿。峨眉乡。宝山乡宝山个。嘿啊，伊阁有拄则我看迄个阁有一个峨眉环湖步道，看起来嘛是袂歹。好，安尼应该是这也无毋对啦，但是这是。嘿啊，因为这是台山县嘛。嘿啊。台山，因为台山山较上出名的是北部。啥物是？北部。再讲北埔，我即嘛你看北埔北埔有我有看到。北埔是上名的啦。北部北部，吉东北部，过来就是艺牌，就是艺牌，嘿。所以叫做峨眉，我因为读大个叫做艺牌。OK。艺牌，系啊，所以讲其实毋是月，是艺。艺就是月啦，因为阮会口靠月，艺牌，系啊。好。OK， 好，来搁继续。我已经9:01啦吼。系啊，伊9点系啊。安尼好，无咱就到新竹啦，拄到新竹。到新竹，后尾再搁继续读。我记一个。哎呀，今仔日袂歹看到一个足侪无共的所在。系啊，尤其是系啊。历史地理。迄个伫新竹遐，新竹我敢毋熟悉，无熟悉。遐是着我遐我进前甲朋友去，敢若去过迄个较海边敢若讲海边，敢是安尼讲？系啊，海边遐，系啊，较我山迄区都拢无熟悉。系啊，较无着。新竹当然我是足熟的啦，我对新竹其实是熟的。一方面是我伫新竹大汉，我伫台北大汉。新竹读大学，伫新竹石头路。石头路是我较早，其实我较早伫中华电信做过吼，我伫中华电信。较早定爱出去接信号，所以我整个新竹县市道路我拢行过。真好。我讲的是10多年前啊，已经10几年啊吼。
你要甲你好好行，迄当中我所有你看会到的路，我拢捌驶过对啦。哦，这厉害，啊，因为我都爱去测信号嘛，我拢爱去嘿嘿，去抓信好，号，所以我所以讲心得惊透透安尼。走透啦。啊，已经你嘛路拢无共去啊，所以我嘛有诶所在嘛哦，无解释啊，因为有啦，啊，毋过有一寡路应该是无变啊，就亲像你拄则讲诶旧大路啦，嘿，旧路我拢知啦，啊，新路我拢无介清楚去啊。尤其是迄个路啊，要安怎讲？第三，第三线，第三，嘿，第三线，所以第三线，所以咱第三嘛，第三线，迄个读册一般是因第三，用读册因较侪，嘿，好，讲明第三线，读册因，嘿，嘿，好，了解第三线，嘿啊，嘿，亲像迄款，嘿，嘿，袂歹袂歹，所以讲到遮诶地名，你就会使甲我介绍，新竹诶地名我是较知啦，嘿嘿，袂歹，足侪地名我拢嗯，知影，嘿，尤好，其是足侪在地嘿，地名，你看嘿嘿， Google Map 一个好处，伊就甲足侪在地地名拢有写出来，但是嘿啊嘿，因为伊无行政地位，所以除了在地人，其实外部头诶人叫袂出这地名，像这金门，嘿啊，拢无行政地位啦。嘿，嘿啊，拢拢毋捌听过，因为真正我都毋知，因为像这后湖我都毋捌听过，嘿啊，在地人才知啦。啊，这个，嘿啊，所以有时候我看这个 Google 地图，我会去注意，这些在地，有一寡在地名我拢会对下学着哈。嘿啊，安尼诚好，安尼咱今日到这哈，我小记好，一今仔日到遮，第几啊？到第100页，第100，好，安尼好，好，后礼拜今仔日就开始多谢，后礼拜继续四线，啊，个这个几个桃园遮开始，继续来林北台湾，我哈哈哈，感觉真正是林北台湾袂歹袂歹，好，嘿，安尼好，安尼诚好，到这哈，好，多谢，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。好，再会。